太多人問鬆弛，所以講解下，順便俾大家聽下我隻貓嬌嗲嘅聲音。設備：躲避屋、攀爬物。底材用尿墊，因為方便啲 check 視線電療，但係你哋中意做景可以用翻爬沙嘅。咁另外嗰盞 UVA 加 B 燈啦，因為我熄咗去拍片嘅時候閃下閃下。另外個缸啦，我自己就係用90×60×60cm 嘅，最少都要俾到60×45×45cm 佢。咁基本上嘢食呢，唔好帶過去個頭就 OK 噶啦，同埋唔好同個頭啱啱好。另外呢，佢哋唔需要擺水痘嘅，因為佢哋食嘅嘢食已經可以吸收水分，同埋平時幫佢浸水嘅時候，佢哋可以透過皮膚吸收水分嘅。因為佢哋需要嘅溫度比較高，如果你擺水兜嘅話呢，水分會蒸發。另外，如果佢哋打瀉水同埋令到個環境太濕嘅話呢，佢哋有機會皮膚會有問題，有皮膚病啊，可能你見佢起毛啊咁樣，霉菌定係咩啊？唔記得嗰啲叫咩啦，總之會有菌啦，會有毛菌啦，叫一笪笪咁樣啦，好似發咗毛咁啦，隻鬆獅。咁另外設備，你見我會有啲鈣粉啊，indoor outdoor 鈣粉，同埋會有鬆獅用嘅松泥啦。以備不時之需，萬一你買唔到杜比亞或者冇杜比亞嘅話，你可以餵佢。張排仲係一個沒完沒了嘅學習旅程，所以唔好覺得自己睇咗少少資料就識晒點樣樣，記得聽多啲人講，吸收多啲唔同意見。